来，各位台语的幼稚馆长，啊，搁有咱园区的主办单位，啊，搁有安珠老师。好，来，安尼我先分享我的画面哦。安尼有看到准备 PPT 出来啊，对无？那有，请帮我画下一个。好，感谢。感谢大家吼。安珠老师讲，这是一桩有意义的代志。这个有意义的代志，这字若出现，我就讲好，无问题，来试看卖。咱前2礼拜拢是咱台语的大咖吼。这个教授甲咱一寡真深的台语文化，甲大家分享。我是一个小小的国小老师，我会当甲大家分享的是，我伫国小内底进行的台语课是安怎进行。咱同齐来了解，互相斗开求进步。我若做了无好的所在，嘛希望大家互我建议，因为教学无迄个上标准的，只是有较适合的教案。较适合的教学吼，来，安尼我即马第一件代志，我就先来甲大家做伙分享哦。咱讲咱迄个顶头的遮个大咖拢是 A 咖 B 咖，我旧年讲我是台语的条仔咖，我相信在座有真侪咱台语条仔咖老师，咱台语条仔咖的日常咧，除了是伫学校迄个教学，搁有咧，你可能较会训练囡仔比赛、学校的活动，甚至我搁有较加倍是，我搁会带阮学校的囡仔去做认证，也是同事做遮个认证。遮敢是遮敢有共收钱无啦？像安珠老师讲的，这是有意义的代志，咱有迄个使命感吼。所以像这是阮旧年安平国小的认证班的老师，伊尾仔互咱的迄种。回归啊吼，伊就讲，因为这毋是阮学校的老师，伊是阮学校老师的大娘姑，佮大娘姑丈。因讲恁咧上课，我敢会当来上。我讲好啊，阮就伫线顶，逐礼拜1礼拜2天，伫线顶就安尼，咱逐个三角来研究，带因落去进行认证的部分。伊可能一开始伊无了解，慢慢带一寡撇步，互伊进行即个考试的部分。甚至今年咧，咱迄个新代的部分咧，有一个老师在上课，伊就讲，你敢会当加来？伊真正逐工拢问，逐工拢问。像安珠老师安尼，逐工拢会甲回。有时阵到人面前顶11点半，伊嘛搁咧问，咱嘛去找资料甲回。我感觉迄是教学上重啦吼。伊甲我问，我袂晓，我会跟想办法来甲伊迄个解说啦吼。所以我感觉这是咱讲的咧推广台语，也是做老师内底上欢喜的一件代志。所以等下下底咱要做的部分咧，我感觉我会甲伊当做一个备课，咱讲的有迄个备课的 party， 迄个感觉，同齐来做进行。我先做一个调查，请问线顶的老师，线顶的幼稚，你是老师，你是台语老师，敢会当帮我写1号，互我了解一下。感谢所以咱真侪台语界的老师，可能国小、国中、高中拢总有啦吼。感谢各位辛苦大家。迄个其他可能有咱讲的有海外的朋友来，迄个华美老师请讲。要说你去回着好，无要紧。安尼可能真大部分是台语老师，所以咱就同齐做伙来看即个部分安怎进行。我的角度甲你的角度可能无同。反正你互我建议，互我后一道去做修正，也是讲我即个想法会当用伫你后学期你要进行的课程内底，安尼嘛是袂歹。上重要的是，头拄迄个安珠老师阁有。馆长讲的，莫互囡仔讨厌台语课即节，因为即节课啦吼，教台语20天，我感觉这是我即马上大的感想啦吼。来，刷来咱来看到的是，我讲歹势，我的名是对007声台语，是安怎？我先小解，我的出道的艺名叫007。阮囝咧读幼稚园的时阵，读幼稚园的时阵咧，甲我伫同一间国小。因幼稚园需要国小的老师，需要台语老师去甲因教，所以我拢会利用迄个大休困迄20分钟走过去甲因教，再走过来上国小的台语课。因为迄个时阵学校有2个
因原底幼稚园有一个林老师，结果我去嘛，搁林老师，啊小朋友会乱去幼稚对幼稚园小朋友来讲，啊我雄拄头壳闪过一个，囡仔恁想拢会算迄个007装子弹，007保护你。结果因咧介绍的时阵，伊就问讲，请问你叫啥物名？你是啥物老师？我讲我林老师哦，啊你啊嘴啊合起来，啊尾我想讲，哦，啊无你叫我迄个007老师，尾啊。即个名就调的啊，我若去幼稚园，因就讲哦，007老师来啊，啊等因到国小入来时阵讲哈，原来007老师是伫国小咧教台语吼，啊所以咧，对囡仔的身上，咱虽然讲去教，有时阵咱得到迄个回馈搁较济。像即张图是4天前我伫新竹三民国小，阮进行一个活动，迄个时阵因为北部的学校甲南部的学校无啥共，南部的学校会当规个年段，若较大学校会当互你教规个年段。啊，我伫新竹北部的学校，伊啊退课，佮有客语课，佮有原住民课。所以咧，虽然阮迄间学校一个年段11班、12班，毋过我上济一个人伊咧同时间开课，我一个人才会当教一个年段2班。所以后甲1年仔，后甲2年仔。啊，我就一直咧想讲，即个甲我糟蹋咯。啊，等下1年仔爱足古锥的，啊2年仔你都爱用无共款的讲法甲伊讲。啊，后生本地心内就伫遐 OS 讲，安尼是要安怎教？当然，这咱教过来，你会当家己去调整。啊，尾仔咧，我倒常常有一个想法，好啊，安尼咱会当家斗做伙。若准讲1年仔小朋友我教，甚至佫有健康课，啊，我会当教。也是生活课，佫会当摕高年级教的台语课来家做一个斗搭。反射会产生无共款的风景，啊，我就真好胆甲试落去，啊，试了我感觉是佫袂歹，吼，所以讲咱讲亲像讲，咱讲咧算囡仔，到底是咱咧算囡仔，还是互囡仔算？即张图内底咧，阮高年级的小朋友咧甲因讲学校，有一寡加重的时阵发生一寡啥物代志，你家己爱注意。啊，结果咧，因表演完了后，低年级的小朋友，我摕大纸互伊，啊，低年级的小朋友互因来做评分。当然，即个评分哦无标准，囡仔拢讲看倒一张图较古锥，也是讲倒一个哥哥姐姐讲话较趣味，伊就甲连起去啊。啊，所以讲这是互伊有趣味。啊，所以我讲，你甲看，经过即个过程内底，咱认真看到囡仔伊伫即个过程内底伊咧学习，咱嘛对咱咧调整咱的教学。好，来，所以咧今仔的课程地图，我就分做5个部分。第一个叫做算啥物，啊，咱台语课是要算啥物？第二个部分叫做面册会台语，咱 FB， 这是低年级的课程。第三个是校园安全教人，这是中年级的课程。第四个是地动，一个叫做正重要爱，一个叫地动多画册。吼，啊，这是歹势，我无地动多画书，我无甲改过来。即两个等下咱会做一个比较，伊较特别。即个是一开始我拿出来教台语差不多5档的卡刀，甲遐个囡仔即马拢出社会啊，为做警察，为做医生。啊，这是尾啊，我教课调台语老师，进修台语老师了，我搁去读研究所了，我搁去思考讲，即个教法是劳力较重要，还是倒来教语言的本质较重要？咱会去做思考。啊，尾仔咧，佫有一个亚台语经济的人会反思，讲了家己的拍角对无吼？这是我家己的一寡小小的想法，会当甲大家分享吼。来，咱第一个部分先来看算啥物吼。我以国校啊做咧，若准讲在座有国中、高中，还是讲咱毋是迄个伫学校服务的台语幼稚较麻烦，较互恁较歹势。啊，毋过你嘛会当对遮了解讲，究竟国校啊台语课是安尼进行？像我进前伫台南市辅导团有在分享的时阵，我着捌甲我着对外分享嘛，嘛会透过 YouTube 落去看。啊，因为阮头家毋是教育界，因做机械，
结果因的朋友因那老人入来迄个看，伊的朋友就讲哈，原来台语课是安尼上，啊，我就讲嘿啊，所以咱爱互看到无共款的台语哦，毋是讲我上课干那一直放影片，咱是会当做真济活动哦。好，安尼咱转来遮，我以国校的囡仔做例啦吼。咱要看课程的时阵，我会甲分做下底5个面向，包含着对象、时间、内容、工具，阁有限制。啊，伫国小内底，阁有分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即个时阵，你爱看伊心理，啊，阁有伊的外口，啊，阁有内底心理的变化啦，吼。你无可能讲，迄1、2年啊，你教伊伫遐咧迄个带动唱，教伊伫遐跳舞唱歌，5、6年啊，伊搁要缀你起来跳舞唱歌，无可能。伊会讲哈，伊会吐喙会斗伫遐，甚至就无爱参与啊。所以到高年级、到中年级的时阵，咱着爱按照伊的迄个身体，咱讲的迄个变化，咧去调整咱的教学的设计。伫时间的部分呢，咱1礼拜40分钟，干那一节课，逐个老师拢爱无够，竞争真正无够啦。啊，毋过我拢定咧想讲，若准讲40分钟了后，下课的时间，咱敢会当做一个教学的延伸，就亲像头拄啊馆长讲的。囡仔来参加即个活动了后，伊转去厝，伊会开始甲爸爸妈妈讲台语。啊，即个时阵就毋是干那教学的迄个所在，毋是干那伫教室尔尔，伊会当牵出你甲迄条线扭较长，甚至甲时间扭较长。安尼就代表咱伫即个时阵做的即个教学是会相对伊的影响会搁较长。所以讲上，这是低年级，等下咱要介绍的。低年级的囡仔袂使，应该是这毋是介绍哩。即马我知影这是伫迄个12年课纲进前在做的。1、2年的小朋友，因的时阵呢，我教因是画字。其实幼稚园教育内底有一个互囡仔画字，我互伊画字，一课咧经1字，啊，逐礼拜较留一丝仔时间互伊画，啊，伊就画，啊，阮就做伙讨论。伊会对咧写罗马音标，迄对伊拢无意义，伊就知影讲老师讲即字叫困，啊，我讲啊你困安怎困，伊就甲画起来。啊，这对低年级的小朋友，伊真介意画，啊画，佫会当倒去甲爸爸妈妈讲，吼。所以讲40分钟，若是40分钟，咱佫会当安怎甲时间扭长来做一个调整。啊，若内容呢是咱要对文本本身咧去出发，啊是会当去自编教材。咱有诚侪台语幼稚，伊的台语能力真好，伊会当咧去自编教材。也毋过像我去年参加高中的咧编教材咧写教案的时阵，我就发觉着，这真正无遮好编，要编一个真完整的教科书，真正有困难啦吼。所以讲，若准讲伫有限的时间，咱要安怎家做无限的扩充咧？我想对文本本身来出发是真好的哦，因为即个文本拢经过咱教育部，啊，佫有咱一寡评委，甲咱做过写个，甲咱检查过真好。啊，我对遮佫来揪出来做，安尼，咱若是上台语课，咱佫会当做其他的活动，会当互你的课程，对不对？佫较精彩，甚至咧老师嘛较袂遐忝，啊无你若完全拢自编咧，咱当然会当落去做，毋过咱爱考虑着讲，哎哟，迄个成本，啊，佫有咱的时间性，啊，佫有咱的体力，因为人真正会老啦吼，咱咧老因得大啦吼，啊，佫有工具的部分，进前是实体的部分，咱会用教具啦，伫教室甲囡仔做伙上课，哇，即摆改做线顶，有时阵伊甲你开同时间开几下个迄个。分页伫遐，啊，伊到底有咧听无？啊，你要甲伊产生互动，所以即个部分是真好。我记得我学期末，囡仔虽然毕业，结果因休困，伊有送一张卡片来，伊讲老师感谢你，咱伫线顶，你讲会用一寡好耍的，互阮抢答。虽然迄个物件真简单，啊嘛免啥物软体，啊只是个想讲维伫咱的老社区安尼，咱去甲伊问，因着囡仔伊有比赛，伊就感觉讲即节课较袂遐无聊，啊伊就想要来试看卖，啊佫有限制，包含着家长的认同，佫有地区性。家长的认同的部分呢，可能大家会感觉像即摆咱有迄咱后壁讲师有一个迄种教囡仔讲台语即个
团体啦吼，咱会当看到哦。近期我本地伫南部教，去你到北部，我就会发觉着南北部的差别。咱南部咱一直感觉讲，伫南部一直感觉讲，咱有咧讲台语，咱的囡仔台语应该袂歹。去到北部，遐个囡仔无咧讲台语，因的英语比台语较好。尤其我服务的学校拄啊伫新竹科啊、园区迄搭遐，家长伊的社经迄个背景吼，拢真好。即个时阵呢，迄个我颠倒发觉着，因吼会开始对即个语言的认同，伊会发觉着，即个家长你咧甲伊讲咱台语安怎，伊毋是用迄个讲的不屑眼光，伊就感觉讲好像要注意即件代志啊哦。所以咧，真侪活动啦，也是需要因配合，即个家长会。像我即摆佫转来南部，我即摆阮咧招阮的囡仔带要认证班嘛，完全无钱的哦。有一个囡仔伊来甲我讲，老师，阮爸爸讲，迄个学台语无路用啊。我听一个，我讲有够艰苦，我讲学台语无路用啊。我想讲，我无爱佫甲你讲有诶无，我讲我着做互你看。反正老师甲你讲，我即阵带你认证，想无你了解台语，连讲你着发觉着你即句话一定会学会吼。所以我讲诶哦。家长的认同会因为区域性会无共，若地区性像我这伫新竹，家长因配合度真好，所以讲当然这嘛毋是，这是其中一个咧，毋是所有的南部所有的北部拢安尼，只是讲咱会当对即个所在拄好做一个比较。我嘛真好运，拄好伫北部、伫南部有做即个教学的部分，我会当去调整讲，安尼我要安怎伫家己的教学内底佮进行。会当搁较其他无共款的做法啦吼。来，刷落来咧，咱来看，头拄仔讲的是第一个部分是豆的头，第二个部分咱要来看面册会台语低年级的趣味哦。低年级的小朋友甲面册有啥物关系咧？我遮即个是阮应该一段时间可能上无5档即个FB 啊吼，迄阵的想法是讲囡仔伊。学台语学了，像我头拄仔讲的时间的限制，要安怎互低年级的囡仔？我感觉低年级的囡仔好管，毋过好管，你要甲连家长嘛甲管入来咧，所以我就有即个想法。等者咱会先出来外口看即个链接。今仔有哪先甲大家先回一个，因为我为着要方便，因为我发觉着，我感觉一直讲理论的部分。逐个老师拢真有经验，所以我甲遮个理论，甲遮伊操作的部分，我甲变做影片，互因看，互逐个看到实际的部分，伊的规个过程，安尼我感觉较紧。所以咧，等下亲像咱台语讲的去喙的食粉里，弄出弄入啦吼，因为我要分享，所以咧，等下较先甲逐个讲歹势一个哦，好，来，安尼咱就来做即个分享的部分。来，即马请问大家敢有入来看到即个面册部分？那有在的，好，多谢老师。来，这是阮一开始咧切的啦吼，一开始的时阵咧，迄阵我嘛无啥会晓摸吼，嘿 ，FB 老是讲无啥会晓，尾仔阮同事甲我斗骹手，过来咧，我先来看下底即大家，我先有写一个啦吼，我遮有甲伊写讲。亲爱的家长，欢迎加入耍台语俱乐部。我是李明启老师，甲恁兜的小朋友同齐说，即马嘛要邀请大家，甲小朋友的学习做记录，请录一段台语册，传起来面册 FB 的俱乐部。交即学期的作业，我甲伊当做作业哦。上特别的10个，佫会当得到单罗，爱甲 keep in 起来吼，爱甲写入来。你会当安怎做？你会当安尼做所以咧，遮个有一个小朋友，好，来，我先用伊简单的部分，甲大家听一个。大家好，我是阿琪，请你对我念。遮伫遮，我伫遮，徛，佚佗，好耍。天气，涂骹，摒扫七乌
这是三不如先互家长看，了后咧，因就开始慢慢入来啊吼。我来讲，这是一个带囡仔甲台语谈恋爱的社团，真欢喜你的迄个宝贝囝甲咱同齐来学台语，囡仔表现真赞。我希望有一个成立一个即个平台，互大家会当互相观摩，看到每一个囡仔好表现。囡仔伫学校的学习需要家长咱来互相协助甲鼓励，互咱的母语伫厝学习。对今仔开始，透过咱老师阁有囡仔来合作，咱同齐来耍台语。因为因毋捌台语迄字，我袂使全部拢写台语字，所以我只会写华语甲台语乱在写吼。来，即代只咱就先来看第一个交作业的，吼，来，我甲伊放大一个吼。作文，册，看册，看册。来，歹势哦。已经甲伊做好的图仔，倒去摕互伊的妈妈，吼，甲伊妈妈做伙念。册，看册，看册。困，爱困，爱困。丁做丁，丁做丁，丁做丁，丁做丁。摕家刀，作文，洗面。阮一边教一个字，囡仔伊就上语词，所以伊就倒去甲爸爸妈妈做伙念。伊可能一道两道看熟了，我感觉迄种学习就是咱讲的要互伊变做自动化，了后伊就开始甲爸爸妈妈做伙念。过来咱来看，即个是你看像即个小朋友，这我就无一个互放啊吼。迄家长低年级的家长真正安尼，伊甲因兜所有的像公主安尼，甲因兜所有伊上喜的翁仔拢排到四时。伊要翕互老师看，翕互所有的人看。因为上课时阵，我有哪会去甲遮摕出来有同学看，同学的有样看样嘛吼，无样家己想讲哈，人因兜用到遮舒适，伊咧念爸爸妈妈佫会对伊念，安尼我嘛要来试看觅，吼，咱甲邀请伊来试看觅，这嘛相共吼，过来我是要我讲要互大家看即个，这是阮这是爸爸，一个爸爸甲伊的囡仔同齐迄个进行的。我是张爸，我是阿珍，我是珍妹。我们今日讲台语。阿珍讲台语。好，咱来讲。这是甲爸爸做伙念的，吼。所以你会当看到囡仔因透过甲家长，有时阵家长会感觉伊念无好，会甲伊做伙念。这是双生因两个伫即个迄种即个平台来进行。阮即个小朋友伊练足久，我可能有来互大家看一个好啊。伊即马伊讲伊要过去，迄阵1年伊下学期甲讲老师课本敢会使互我讲是安怎？我要过去美国，阮爸爸要带我去美国读册我要甲台语课本查去。迄阵听了实在是介感动。来，咱来看即个小朋友吼。家刀，大家好，我是阿翔老师。册，看册，看册。困，爱困，爱困。顶，最顶，最顶。家刀，文，萨文，我想咱即摆看到的囡仔，伊要念
遮尔顺，伊甲我讲伊毋知练几道，因为因兜无咧讲，所以我感觉这顶多是咱家己迄个徛起来，会当互伊老师搭起来，音价会当互伊伫厝来透过即个表现。啊，即个嘛足古锥，伊是带伊妹妹，伊佫兼帮我摕实际物件来解说。我讲这会当做教学影片吼。来，拜拜。哦，歹势，伊在拜拜啊。大家好，我是阿雄老师，我会教台语。看清，爱困，睡定，用三本写面，切夹刀，拜拜。好。这是伊用无共款的表现的方式，安尼我知影讲，伊知影迄个物件要安怎讲，要安怎使用。哦，伊的表现了后，互我阁有调整讲，啊若安尼，即个小朋友会当安尼表现，是一个真赞哦吼。来，刷落来，咱下底遮阁有足侪，当然拢甲爸爸妈妈做伙讲啦吼。啊，遮有哪有一个即个要互大家分享一个，我是感觉。即个拄好哦，即张图带咱会看到。爸爸是少年爸爸，即个爸爸较少年。啊，伊个问因囝，因囝较用戆去，毋知影要安怎讲。毋过我觉着爸爸伊吼发音足清楚，伊会想要去要求伊个囡仔。啊，这嘛是咱希望伫学习的过程当中，家长伊已经有迄个感觉无共啊吼。来，安尼咱来看即个。家好。你要拿高一点。然后开始。家好。家熬。佚佗。拍球。清气。涂骹。哦，涂骹。摒扫，老师，啥物是摒扫？老师，啥物是摒扫？好，老师，啥物是摒扫？好，老师，啥物是摒扫？我毋知影啥物是摒扫。你嘛毋知哦。继续。七黑帮。哦，七黑帮。欠。饲大鸡。哦，饲大鸡。好，上完了。哦，谢谢阿豪老师哦吼。这是可行阮母的家长，伊会甲因问，伊常常问因囝，因囝咱毋知影印袂出来，毋过伊另外一个影片内底，伊就有出现着迄个伊甲爸爸回答迄个部分是要安怎处理，而且你有发觉着伊的语发袂出来，爸爸佫兼做即个示范互伊看。来，歹势，我遮咧想要关无啥会起来吼，来 ，OK。等我一下哦，歹势哦。好，安尼咱就转来咱的 PPT 内底。头拄仔看到的咧是囡仔甲厝里的人因做的成果。好。这是因做的成果，所以真侪家长的部因加教两班，所以摕迄两班做试验，
因倒去做回应，尾仔我有时咧学习单家长摕来回应，拢真好。啊，就真正发觉着，敢是愈饲久的家长开始有迄个自觉性，感觉即个语言竞争对因是重要的。所以我想咧，对即个活动内底咧，是对教室到厝里，囡仔对教室，老师会当做诶，互因幼转去到厝里。囡仔伫教室是学生，转去到厝伊当做台语老师。所以阮的活动叫做我是台语老师，要倒去甲爸爸妈妈讲台语册。啊，我进行的即个方式咧，第一个头拄仔讲的，一字一字画字认读。我是教伊画字，我无教伊写字哦。伊迄笔画毋对，我无要甲教。啊，你讲你哪有遐侪美国时间？无啦，我无遐侪美国时间，我只是每一节课留3分钟。啊，我今仔即个进度上完，我留3分钟。啊，我甲小朋友讲，咱今仔要做即个代志，啊，老师先教你带你画，啊，尾仔我会甲伊偷时间，就是尤其若是第2节下课的囡仔咧，伊着画落去吼，伊着无法度收线。伊就要继续画，我讲你会当下课去佚佗讲情啊，伊讲我无爱，我要继续画，啊就继续画，迄就是台语老师偷着的时间。啊，一礼拜画一书啊，一礼拜画一书啊。一般咱台语课拢一课会教3礼拜到4礼拜，所以安尼伊就会当完成。啊，伊即马手摕着即本册是我甲阮学校教务处厝。摕无路用的纸，迄印了无路用，我一页一页甲订好，啊甲念好做一本，啊莫互伊手去互穿着，安尼就好。啊开始对方面，啊一字一字带用，尾仔伊就当看着家己的成果是足有成就的。刷落来头仔恁看到的是，先对学校练习，咱先带伊练，有第一遍经验，等伊到厝较搁教学，甲爸爸妈妈阿嬷安那念。第3个部分呢，甲即个教学活动传起你做面册。所以你会当看到，囡仔咧，阿嬷会晓讲台语，毋过阿嬷毋捌台语字。囡仔无啥会晓讲台语，毋过伊捌台语字。透过即个活动，囡仔甲阿嬷，也是甲爸爸，伊会当做伙落去学习。虽然你可能会听着讲，你拢乌白教，迄台语字安怎？毋过即个问题，我感觉爱长时间。慢慢啊，甲家长教育，啊，甚至即马愈来愈侪老师，愈来愈侪家长去参加认证，了解教育部咱即套闽南语，咱的书写的即个系统了后，我感觉即个代志时间一悠长，伊就会慢慢啊愈来愈好，就袂阁有迄个恁台语拢乌白写即个代志，还是上新闻即个代志啦吼。所以即个咧是对教室到处理的部分吼。来，近期我才有做一个评量吼，咱先看卖吼，伫咱的语文，我这是以国语语文来写，伫咱的语文的评量内底，咱有分做纸笔的评量，你会发觉着认知上济，情义啦，甲即个技能的部分颠倒少，毋过透过伊实际做的部分，伫学校可能开始教伊加减会明白啦，毋过透过即个部分呢，伊可以转去甲爸爸妈妈讲。啊，练习的部分，颠倒伫实做的部分会搁较侪，甚至我感觉即嘛，我若要甲勉强做档案的评量嘛会使，因为档案的评量等于讲是伊一开始到尾啊，伊会看伊的进步，还是讲伊的学习的程度到倒。对一开始写到歪歌词煞当然前10礼拜拢搁咧注音符号嘛，啊无要紧，啊毋过伊会愈写愈好，愈摕愈好，伊会当了解。若准讲勉强做档案的评量，嘛是会使安尼讲啦吼。啊，伫教育部的即个评量的方式，咱分做多元评量。啊，台语嘛无可能讲干那叫伊甲考的写画画安尼。咱会做一个实做的部分上，头我做的则就是做实际的部分，口语的部分。念课文，一般咱定咧做的是念课文，吼，还是讲来问一寡问题落去做，啊，佮有档案的评量，吼，像头咱讲的，伊会当做一个记录，吼，啊，佮有咧高展示即个纸笔的测验，即个部分个当放伫较中高年级、伫低年级的部分，可能咱会注重听力，伊听有，伊看有，伊知影你咧讲啥即个部分，所以咧。咱讲到伫教学评量的部分呢，若甲分做性能甲时机，会当分做形成性的评量甲总结性的评量。形成性的评量伫咱的教学当中，伊还袂煞哦，伊做诊断的作用。所以像我头拄仔写的迄字爱困的困，伊可能伊下底写无好，毋过伊家其中一字，啊，你知影讲哦，伊即字伊知影伊上无，伊知影伊画出来是人有一个人伫遐咧困，代表是安怎？
啊，搁有咧像头拄迄个爸爸问讲，你迄饼啥？阿和老师，其实伊是阿豪老师，因爸爸家己名念对，所以你看连爸爸妈妈嘛会甲家己囡仔家己名袂晓念对，出现即个问题。所以因爸爸咧甲问的时阵，安尼就互我知影讲，哦，原来伊第一点是紧张，毋知影要哪讲，还是伊毋捌迄个意思。安尼咱就对即个部分，老师来对即个部分来提出，咱搁会当补救的方案，啊嘛会当看到囡仔伊到底进步到偌济。啊，若准讲总结性的评量呢，是伫教学活动结束了后，伊做一个定期的考试。咱一般的认为是安尼。即个评量是咧看老师教了安怎，囡仔学了安怎，来检讨咱的教学成效的部分，啊嘛来看即个学习者的表现。所以我即讲的阿和老师迄本是规本拢画完啊，安尼会当算总结性的评量。所以若准对低年级的小朋友，你讲好评量讲到遮尔迄个叮当，毋过对低年级的小朋友，你看一本台语册，咱就会当做着遮个工课，吼，来。刷落来会歹势，等下哦，我看卖吼，来，所以咧，头拄仔咱已经有看到伊的成果，伊的成果，伊的一步一步是安怎做咧？第一步，咱来画字，我有讲诶，开3分钟，互小朋友画就好啊。啊，其他你会当偷掠时间，下课的时阵，伊搁要画，是你的时间，毋过台语老师读着。第二步咧，我的台语册一礼拜一字，这是2年啊，所以写了较水。我嘛无要求伊写罗马音标，我就讲，咱做伙来甲即字，这叫佚佗哦。啊，恁敢啥物叫佚佗？因就讲老师去打球，去拍球。我讲哦，安尼咱来写拍球即2字。啊，因就我讲啊，咱拍球，你捌即2字，啊，请你家己画出来，你拢安怎拍球？互伊对图去捌字，嘛对字去捌图，知影伊的意思。啊，一礼拜。一课一页，5礼拜一学期就变做一本，吼。第3步建本伫遮做完啊，就煞卖啦。安尼上拍算啊，哦，我迄阵咧想讲，无咱家会当讲出来。啊，有一个建本，这是已经2年升3年啊，就搁坐念互因看，头拄仔老师看着。第4步，我是台语老师。透过伫厝甲爸爸妈妈来去讲，啊，互因把遮影片传起来。啊，当然迄阵我有准备小礼物啦，就是咱讲我来讲，我是台南人，我准备阮台南万川号的香饼。啊，我感觉台语就亲像这香饼是古早味，伊可能会愈来愈无去。伊尤其是迄阵还袂像即马台语，感觉遮侪人遮尔。大家兴头遮悬安尼啦吼，啊我讲啊，希望呢你会当好好啊，透过即个香饼会当好好啊，珍惜甲囡仔学习台语的机会，啊嘛准备一个便互囡仔。我感觉家长需要鼓励，囡仔嘛需要鼓励，因为伊互咱的看到伫面册顶悬收到的即个成果是更较欢喜的代志，是超过我做的部分啦吼。来，刷落来咧，即马咱在座拢是先拜，歹势我今仔较暂款哦。我感觉讲讲拢是即个人伫讲，咱同齐来去头壳吼，先拜来分享有关评量的部分。头拄你有看到我做的迄个部分？啊，咱即马咱要做的，毋管是高年级的、低年级的、悬年级的，甚至国中、高中，未来老师你伫你的课程内底，你可能是安怎进行？吼，等下咱来看卖吼。我要请咱做一个团体的讨论的部分，你会当用时间的部分来做形成式，还是总结式的来做分别？啊，你用啥物方式来进行咧？是纸笔的啦，还是实做？啊，你拢安怎做咧？啊，请你甲进行的方式简单讲，简单甲咱写。啊，我遮咧有一个占卜，我甲即个占卜用出来。齐轩老师问讲，台语册材料甲经费哦。材料是甲教务处摕免钱，经费无，家己做安尼。因为咧，安珠老师定定讲，毕竟吼台语即个代志，咱欢喜做，甘愿受啦。啊，足侪物件啦，搁要去甲顶悬申请吼，我拢讲我家己摕钱出来较紧啦，所以就无想着讲搁要去摕即个部分啦吼。来，我先甲即个占卜，先甲即个连接放去你顶悬，因为依照进前的经验，有可能咱入来内底会塞车，所以咧，若准老师你有入去，你会当甲写。啊，若准讲你无法度入去，麻烦你当老画区帮我写。搁一道哦，若准你会当入去，请你伫内底帮我写。啊，
咱较来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度互所有的老师拢分享。毋过阮就知影讲，你有即个 idea 真好。若无法度，咱入去咱就伫老话区写，来先摆来分享平凉的撇步。我头壳讲的是一个，等下我会甲咱的迄个影片听伫遮。老师，你若入来，请你家己入来内底，互咱头壳讲，你是实做的、口语的、档案的，还是高展厝的纸笔平凉的部分啦吼。譬如讲纸笔的平凉，我安怎做？我要请你写年级、关键字，搁有徛名，搁一道哦。几年的关键字徛名，譬如讲低年级的，我是用台语册画字，安尼我就知影后壁徛名台南的俗语写，安尼敢会使？这是第一条，你家己紧啦，毋免逐条拢写。毋过即个占卜的一直放伫遮，你下课你搁想要写，欢迎你入来，安尼互阮会得到搁较侪物件。纸笔的平凉，若准你对第二个口语的平凉，你安怎做？同款哦，年级关键字徛名。请你帮我写，譬如讲中年级念课文，高雄的啥物人、某物人写的，吼，来，这是口语平凉。第三个部分实作平凉，你安怎做？譬如讲高年级的，我用海报的发表，吼，我台中的阿美写，好，来，刷落来咧。若线顶的平凉，因为今年即2天，咱拢会做这线顶的平凉，你会安怎写？我麻烦你帮我写年级。关键字徛名，譬如我写中年级的，我伫老话区的抢答，搁有咧花莲的阿和，像安尼写，我记的是遮 OK 好，来，安尼遮总共有即2、3、4，安尼我就要麻烦老师，我甲即张放伫遮，吼，迄个，因为安尼老师你会当对照讲，你用倒一张平凉落去写，你若入起来咱的占卜的连结，请你入去内底。一张一张甲搭起哩，安尼，咱免歹势吼，互相闹开求进步。本地学习备课就是愈侪人来愈好，你学着我的，我学着你的，安尼咱即条台语学习教学的路较会愈行愈侪。我互老师2分钟，吼，歹势，安尼就麻烦老师咯。各位有啥物好康的吼，应该团的，大家当物件去做伙，免客气哦。这2分钟好好运用。歹势吼，即个讲师较奇怪，要要求大家做即个奇怪的代志，咱试看觅啦，吼。这好无好拢无的确，伫你的身上会用到，伫我的身上嘛会用到。你思考看觅咧。一人治毋值正人医，一人主张毋值向人师娘。所以即马各位好啊，从伊的撇步。为甲客去顶头吼，最到是这物件出来是大家智慧的业绩，变做会当大家用这物件，互咱的教育搁较活，互咱的囡仔会当学搁较侪物件。因为趣味是上好的老师啦，所以自头看到遮就讲，一直要安怎互囡仔有趣味，这是一个重点。毋通拄开始就要求讲这毋对，迄毋对，这法令毋对，无合群啊，甲囡仔要求伤济吼，伊起5摆伊就歹读啊，所以各位要安怎有趣味，互囡仔兴趣，兴趣才是上好的老师吼，而且甲各位拜托者，来。小白板搁传一档吼，感谢慧玲老师，恁会当用顶悬的便利贴。甲用迄个，我敢会试一道看觅的，吼，我用便利贴，我歹势，我咧想减讲一个对无？吼，来，我搁甲连结搁算一道哦，搁有放一道，头个老师用，来倒手面即搭遮有一张，即2、3、4，第4加一个便利贴，看你介意啥物色的，你甲顶悬甲拍字起哩，吼，你顶悬搁徛名，安尼就好啊。歹势，我头个无讲即个，吼。可能有的老师伫遐讲，我要安怎入去？连去你店头拄我有麻烦老师讲，你若连去你店较麻烦你帮我写伫老话区，
哇，感谢老师有写起有一个老师写迄种请学生练课文录做音档，寄去互老师的 email。这位老师敢会当麻烦你帮我签名一个？安尼我较知影倒一位老师帮我写的。我甲老师写的，甲放去你顶悬。哇，感谢保育老师，我甲放较大个吼，因为我有另外一台电脑落来看。我歹势，我的主要的迄个电脑无伫遮，互大家看到。哇，恁足够的，遮尔短2分钟，即个讲师较酷刑，2分钟要叫恁生食。2分钟要到啊！若准讲呢，你搁要拍，请你帮我甲拍起哩哦，免歹势哦。若准讲，你还未拍完嘛，请你继续搁拍起哩哦，吼。来，安尼咱做一个小小的活动，吼。无迄个若伫线顶拢一直听，我感觉听的人会困去吼。咱听看觅，这是咧考试，这咱讲互相闹开求进步啦，吼。来。安尼我就要来先进行下底部分。若准讲你要写，敢麻烦你写起哩哦，吼。来，咱即摆看到的是，第一个部分，要想拢无人写，还是等下有人要写，因为遮有一个，遮咧想有一个老师伫遮啦，吼。来，口语评量的部分，保育老师，你敢会当甲咱开麦克，帮我讲看觅，你高年级的你是用啥物方法来做即个教学的？歹势，我是国中，也毋捌国家歌。我大家好，安珠老师好吼。像讲，因为以前我相信伫低年级以前已经学过阿伯、阿爸、阿母阿母即种讲法，甲一寡一寡职业的讲法，所以呢，为着要建立亲子甲爸爸妈妈伊的感情，嘛要学台语，所以会用问爸爸妈妈因的工课是啥物。安尼就用完成即个口语的功课，个用甲爸爸妈妈有互动，甲阿嬷阿公嘛用的，多谢。真感谢你哦，所以你来看，你是国中的老师对无？你等下准备，阮甲国小的囡仔顾顺序过来，未来老师爱感谢你，恁就甲伊牵起，咱就顺安尼，亲像看新娘甲伊牵起你安尼吼。感谢保育老师迄个武璇老师，敢会当麻烦你即搭是苗栗的武璇老师，敢会当麻烦你？安怎？是老师听到。你即段你是有哪用迄种口语的评量？你是安怎做的咧？敢会当甲阮分享看觅？就是请囡仔念课文，然后录咧手机内底，传互老师，会当会安尼。所以感谢你，所以你有哪是现职即摆咧教台语的老师？我咧教英语。教英语，毋过你未来你可能有哪会教台语？英语老师拢足厉害，足会教台语的，尤其拼音的部分。无啦，咧学习，以上。所以感谢你，所以你来看，你会当善用咱即马手机3C 的物件，因为囡仔老实讲，即个物件因比大人较好用。你若袂晓，你拄互伊足厉害，因迄真正3C 原名吼。来，过来阿素老师，台北的阿素老师，你讲用听讲的部分，敢会当麻烦你帮阮讲一个呢？阿素老师。多谢老师。听甲讲的部分，就是讲伫咧上课当中，咱的课文内底拢有一寡即款的练习，所以咧，我是1年到6年拢有教着。若即个部分的时阵，就互因2个人一组，练习一个听一个讲，对答，这是即款的出现的题型，也是讲练习的时阵，就安尼做。若伫咧线顶的人，伊袂当参加，也是讲伊的迄个声音传出来有问题时阵，我就请因讲，无你家己录一段吼，你要找啥人家己对谈拢会使，你录一段就传，会当传到因的导师吼，也是讲因传伫迄个 Classroom 拢会使，就是讲用因会当做的方法，让互老师知影讲因有做即个部分的练习，安尼就会使。
哦，你这较高级，你搁兼夹着后壁线顶的平量，其中的嘛是一个工具的部分。感谢咱遮尔优秀的阿素老师、武璇老师，搁有保佑老师，这是口语平量的部分。我再来看纸笔哦，纸笔内底即个先头看一下吼，迄个啥物吴老师敢是低年级的，敢会当帮阮讲看卖的？敢有凶手是啥物人？低年级的画果子、写果子的名，吼，所以伊用纸笔嘛安尼哦，会当画果子、写果子的名，好，来，安尼咱就过来后壁哦。来，即台遮咱看到的是文贵老师。你讲的实作的评量，甲你讲用自我小解录音档寄去老师的 email， 感谢你。啊，搁有咧，哦，即个真特别，桃园的老师，敢会当麻烦你甲咱讲看卖，你的敲电话、接电话是安怎处理咧？老师好，其实这是我进前伫咧中华咧教，我教课文伊内底有咧对话，有你说啥物一个问一个回答。我感觉囡仔安尼咧对话最深刻的，爱较会记会起来讲爱安怎讲。人甲你问，甲你咧回答是无共款的。请问你林先生吗？我是啊。囡仔看起来就感觉学台语诚趣味，敢若平常时咧讲话。所以我感觉我互囡仔算即个感觉，家己印象嘛足深刻的。囡仔足爱上课安尼。感谢你，所以各位老师会记哦，5年咱来敲电话，咱试看卖。你有发觉到无？你叫囡仔乖乖坐伫遐，伊坐袂牢，尻川尖尖。你若讲叫伊实坐起来做吼，伊就离开伊的椅仔就好啊。迄节课伊就坐了足舒适安尼。伊就讲哪要下课啊？哪会遮紧吼？安尼。即台遮请学生访问甲你着处理的大人，这是倒一位老师，敢会当甲咱分享一个？若无我就替你讲，伊可能是请学生去访问厝里的大人、安亲班的老师，也是学校搁爱访问的伫后壁签名吼。所以等于讲，你应该是会互伊题目吼，爱摕遮个题目落去问，透过迄个考试的部分落去进行。感谢这位老师。咱最后看到的即个部分呢，来迄个秀英老师。麻烦你敢会当甲咱讲你的线顶是安怎用的呢？秀英老师高雄的秀英老师敢有伫线顶？还是你无麦克？你是用迄个我毋是伫线顶上课，是伫 YouTube 所以你是用即个方法。搁有国语老师那个做迄个啥？国语老师那个做有名吼。国语老师，你敢会当甲咱讲你的迄个客户安怎做？即个应该真侪人会用到。国中的部分，吼，若就讲你对这有兴趣，Google 是咱上好的老师 ，YouTube 嘛是咱上好的老师，请你甲打客户起哩，你就知影讲即个物件要安怎做，毕竟有那介趣味好。即个部分我就先到遮哦。真感谢各位教育神拜甲咱分享，你家己捡起来，你感觉即个物件袂歹，我毋捌试过，咱开发试看卖，后摆就换你来讲看卖，亲像安珠老师头我讲的，分享互咱得搁较济，咱甲各位拍互我一个，互我先爱甲吹落去来 ，OK， 好，即马就来咧，我先甲即个关起来，无我来讲话继续者吼，来抓落来咧。咱再来分享，歹势吼，讲一直切出切入。来，头拄仔咱看到的，我来看我的另外一个台电脑看有出来无？有，安尼应该有啦吼。来，头拄仔咱看到的是老师已经甲咱讲安怎做啊即个部分，所以若准讲有关评量的部分，头拄有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甚至初中的老师拢甲咱讲啊。搁有歹势，我即台遮恁像我无看到，迄个批文老师遮有写讲，迄个伫迄个 Google Classroom 顶悬传过去，国语老师讲伊要去迄个看囡仔扫涂骹吼，搁有纸笔测验用罗马音标，迄个颜老师吼，伊着写台湾的地名，搁有即个部分迄种
安珠老师嘛，才有一个迄个 IRS 的即时反应，这拢是会使伫咱迄个教学的部分，用你上适合的方式，用你上舒适的方式，拢会当做评量的部分啦吼。咱今仔讲的只是简单，过来咱要讲下年级的讲完，要讲高年级中年级的校园安全教人的部分。我讲中年级的舞台吼，1年啊空空，2年啊悟空，3年啊孙悟空，4年啊兔剑功，对一间学校愈来愈熟，就愈来愈白目。愈悬年级愈歹带吼，有时咧老师应该有这个感觉。这班是迄阵我伫新竹带的班，4年内底上歹带的一班，因一学期换5个老师，无导师无人顶伊会调，啊，干那因上台语课会死死，因为我互因做无用，啊做无用了后，因就会去着啥物有代志做，伊就袂来甲老师乱，所以老师咱爱设计做一代志互囡仔做，伊做无用，伊就袂甲伊乱。啊，咱来看成果的部分吼，歹势哦，搁照出来了哦。预告第6周，我们看。安尼敢有听到声音？有好，来，安尼咱来。大小的是梦花园。那你自己设计的，这个大师的管理，来开始。代志有车地挂到水南。好，来暂停一下。他们说在梦花园里面，有时候石头上面是不是会有绿绿的那个叫国语叫青苔？对，来台语跟老师念一次车底。车底，你踩到那个车底滑滑的就跌倒了哦。好，来请介绍。我因为石头滚滚，石头滚滚，来，接下来什么来？预防方法，行路爱细腻。哦，行路爱细腻，来，那他们的标语是什么呢？石头有细腻，行路爱细腻。哦，来注意哦，来注意哦，来这里打哦，来，我们一起跟他们一起念：石头有车底，石头有车底，行路爱细腻，行路爱细腻。按注意哦，来这句你要标上去，啊，他们要演戏哦，来开始来，1、2、3，一选，开始。我来玩狗抓人吧，剪刀石头布，你这样滚。一定让我有时候，你这个我按那个脚出来对吧？他踩到那个前庭，不小心就阿妈，我没事了。那就体育了，拼命伤感。你老婆在里面叫阿爸阿母没事啊，这讲不一样啊。来，好，我们回来了哦，有奖征答时间到了哦。他们有另外加码，加码，来，老师出题应该有另外加码在上我弟弟妹妹哦。好，来，那我们要来问问题了，谁讲？来，开始。大便香蜜的模特。是怎样？上面吗？中间。爱
慢慢走，对了，慢慢行，没有错。你哪边做不来呀？对，大家都恭喜你，唔叫你哋变变。哦，来恭喜你，OK。好，来，这是第四组的第五组。多谢大家。好，我们给第五组的小朋友拍拍手。我是。来，这是头拄仔咱看到的部分啦吼，等一下哦。应该有转来 PPT 啊吼。啊，拄仔咱看到，因为这是新地的囡仔，即阵囡仔无啥会晓讲台语，啊，下底坐是一年啊，更加袂晓讲台语，所以我会以华语为主，啊，毋过诶目标有着以台语为主，所以咱讲诶城乡差距，可能着爱去调整老师诶心态。啊，无我记得我打到新竹诶时阵，有一寡先辈伊会讲，吼，即个囡仔台语做歹，做含慢诶。毋是做歹做含慢，是无环境互伊讲，所以老师有时阵咱爱调整讲，即个所在囡仔是伊的环境是安怎，咱较去做咱教学即个部分来迄个对答吼，较袂讲安尼一直咧嫌囡仔，啊有时阵你嘛教了会无成就感。这是对课本。对文本出发到标语的宣传，所以最近4年有一课是精品出版社的迄个校园的安全，这是校园学校内底有啥物所在，发生啥物代志，这是伫课本内底找到的。咱做伙讨论，啊，除了念课本了，咱做伙落去讨论，啊，开始进入句型的部分啦。啊，进入句型的部分，来请伊找出来了后咧，请伊甲这个原因会当预防的方法，咱毋是干那知影危险。知影危险，啊，搁爱知影要安怎去预防，吼，啊，较做即个标语的设计，要爱伊透过演戏，有哪些工有低年级的小朋友看，所以这是4年仔来带1年仔的部分进行的吼。即个部分是学习的历程，头拄仔咱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无搁看吼。来，即个部分本底有我即个部分要由老师咱来做一个啦，就是讲以安全出发的设计，吼。譬如讲咧，咱头讲着安全，有校园的安全，啊，若徛家的安全，你会安怎想？啊，若交通的安全，啊，若佚佗的安全咧，咱有哪搁要继续做一个小小的讨论哦，吼。来，有哪共款麻烦咱的先辈，头拄仔我即搭只有写吼，咱先对文本出发，标语的设计，过来搬戏，过来甲低年级的囡仔做宣传的活动。啊，若准你咧，若准讲，譬如讲伫徛家，你要安怎铺排？麻烦你甲做法成果，搁有甲徛名起哩。譬如讲，伫迄个徛家危险的所在，我会希望伊画一个危险的地图，有一个提示卡，吼。而且咱是教语言，袂当一直算嘛，所以我会甲句型放起哩。伫倒位爱安怎？吼，这是徛家的部分。来第二个咧，伫交通的部分，咱会当安怎安排？有哪会当甲你的做法、成果搁徛名起哩？譬如讲，我想要做的南投的阿水啊，讲骑脚踏车的方法，注意的代志，搁有若状况发生要安怎解决？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个句型是，若安怎就安怎。第三个是佚佗的部分，尤其即马咱热天耍水啊，吼，佚佗即个部分咧真重要啦，吼，一寡安全的部分吼，你有哪安怎安排？请你甲做法、成果，你有看家着，我拢会甲成果放起，搁有徛名。譬如讲，我举一个咧，我伫海边仔耍水，耍水的方法是啥物？耍水的安全的底片，这可能较高年级的啊。即个时阵我就会甲咱讲的大声刷落去。买手，我先互因做一个，我要即个句型，互恁落去做试看卖的，落去用 ，OK， 来，搁有咧，尾仔在你想，看你感觉你做过啥物，你会当来甲阮分享，徛名伫遮，所以一个在你想，2个佚佗的安全，3个交通的安全，
第四个徛家的安全，吼，有哪负责老师，有哪请你入来内底，啊，我有哪会甲即张图放伫遮，啊，我搁甲另外一个剪布放起哩。好，麻烦老师你会当。有哪咱互即阵11:07分，有哪互老师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咱较倒来遮继续讨论看各位老师恁的想法是啥？啊，会当入去请你入去，啊，袂当入去有哪麻烦你伫留言区帮咱甲你的想法写落去哦，吼，咱同齐来分享。啊，即个时间我恁想的会当放一个读古仔因的底片互恁看吼。好，我来看老师读古仔咱写的部分吼。莫客气哦，咱有讲哦，吼，咱同齐来想看觅，我看敢有老师有写，咱试看觅吼。来，哦，感谢咱德南镇王碧云老师。哦，感谢你！安尼我着麻烦第一张碧云老师，敢会当麻烦你帮阮甲你的主题讲出来？碧云老师，麻烦你。譬如讲，去运动场的时阵，袂使用撞的，爬楼梯吼，爱稳稳啊行，袂使用撞，袂使推迄个刹安尼刹来刹去，安尼真危险。好，简单分享。好，感谢。所以你讲的就是以校园的安全，你来讲的对无吼？哇，遮阁有一位老师帮咱放伫遮。来，这位老师，敢会当麻烦你
徛心画册平面。这位老师，敢会当麻烦你？敢有？哦，若无要紧，我写起来后壁啊。老师歹势，我拍还未拍完，我是台北的阿嫂。阿嫂，请讲。还是讲，我是若设计徛嘅部分中年级，我会先叫因画平面的空间，厝内底平面的空间，因为进前有迄个厝内底遐个设备空间，因有学过，所以因有遐个艺术的迄个背景，有迄个先辈经验，甲因用过遐个艺术，到因兜的平面的空间先甲伊画出来了后，就加上拄则老师讲的，讲爱会晓的句型，就是讲伫倒位爱安怎，落尾才互因去练习讲即个即句话要安怎来表示，用汉字正确的汉字甲伊写出来。所以这是我初步的想法。哦，你有够赞的，我这个我无去想到呢。对，咱有一课3年爱教着空间吼，感谢你。安尼我若我即下无机会摸着3年，拢伫关闭叫啊。有即个空间真好，真好，安尼会当对空间用伊已经有的基础，咱去发展。感谢老师吼，甲咱分享即个遮赞哦，想法咯。哦，阿辉老师是即台遮，敢是无即个是我写的啦吼。来，安尼我看后壁遮哦，即台遮来，我麻烦交通的部分，那有吗？倒一位老师，因为你无徛名，我毋知影。哦，武璇老师，咱麻烦你哦。武璇老师，爱麻烦你咯。是，请讲。谢谢。你安怎设计？请甲你设计的想法讲互大家听。哦，我是想讲咧上，咱若要去学校上课的时阵，咱若好是大人再来的时阵，咱就一定囡仔就本身一定会记得爱对迄个安全帽。第二项就是咱若实在是大人用开车的方式，甲咱载来学校，咱陪囡仔，读册囡仔落车的时阵，该注意咱若要开车门的时阵，边仔敢有人，还是有车无？以上。哦，所以你会对不管是你的主题有对徛奥多摆，搁有也是讲车伊来学校的交通工具，要去甲车伊爱注意的代志对无吼？感谢你哦，你着对交通工具即个线甲扭出去啊！好，感谢老师。来，我来看下底即台遮哦，小关老师麻烦你，你咧小解家己的故乡，好，来请讲。大家好，因为我咧教历史的，所以我想讲吼，互囡仔家己做导游安尼，会使来介绍伊家己故乡的有好食的物件，还是好耍的物件，谢谢。哦，这真赞呢，因为你安尼应该是迄个啥，国中的老师，还是高中的老师，互因会当画咱即个故乡的地图，爱在地化，较有法做国际化，爱先了解家己的囡仔吼，感谢你哦。谢谢。哦，真赞的设计，遮在理上可能就无人目前时间上对。我感觉这个缺点就是像我离会，迄个我拍离较慢，我就会伫遐拍袂，迄个拍足久安尼。这短时间恁就有遮尔好的迄个分享，感谢吼。同齐结头壳是享受的代志，一个人有可能会行足紧，迄个人足厉害，拢冲。毋过吼，咱爱一群人较有才调吼，甲即条台语路行远，而且哪行哪分享看到咱台语的风景哦。所以讲吼，你感觉头拄仔老师讲的像头拄仔哦，我有听到一个老师讲的，已经会当甲因教过伫个张数摕来做。我后期我有机会我来试看卖，甲你感觉好的想法摕来试看卖。搁有一句话讲无做袂安怎啦，毋过做落的反省会无共吼。所以迄个咱讲的，咱拢伫舒适圈，有时阵我安尼教就好啊，较会搁伫遐冰城玩试看卖。有时阵你就会看到家己教学的感动吼。好，安尼即个部分咱就进行到遮吼。迄个无要搁甲老师乱啊吼。来，等下我是看卖，因为遮咧像后壁过来要讲到迄种高年级的部分，吼，高年级的部分我就直接对遮做一个对遮做一个迄种分享啊，安尼莫搁切入去，等下较毋免切了。这是2009年，我伫台南市迄阵，阁是迄个教职老师。
头壳老师都有啥物资源？无，着兴做安尼尔，甲着低档即课5年啊，阮一个5年有才班，诚少，做除了课文教完，阮咧做即个叫 PBL 探究式的教学，迄阵我毋捌课程，所以咧人咧做，咱就对咧做，做无想着讲尾仔要做一个发表，哇，这互囡仔记忆足深的吼，咱来看即个底片。老师，今仔无声音吗？真是无声音呢。听无声音。影片无声音。影片无声音，安尼歹势，安尼是可能我头拄仔我敢会无做分享的部分，还是我分享毋对，安尼搁一道吼。安尼讲有声音？有。好，来，感谢。
好，安尼一直切去切入歹势。头拄仔你看到的是尾仔的成果，所以咱来看伊是安怎做的。伊有若是对课本出发，只是讲伊尾仔牵的即条线无啥共，吼。来，咱先看头拄仔遮是伊安全分享，感谢老师已经互咱真侪无共款的想法。来，刷落来咧，我讲的即个部分咧，地动，差不多差10档，9档到10档前的地动的设计的方法都无共。高年级的设计，我感觉高年级的到国小的时阵，高年级伊会开始。除了对低年级对家庭、迄个社区、学校，尾仔伊会徛伫迄个较看角的方法、方向去看世界迄个部分。尤其地动，毋是干那咱家己会发生，全世界拢会发生。所以若以地动落去设计的部分呢，头拄仔恁看到的是即个探究式的教学，尾仔伊的成果是摇很大也不怕。迄个时阵，你想有一个名称叫做摇摇打出来。所以咧，因就甲合作，摇很大也不怕吼。搞动了后咧，我搁设计一个，即个对文本出发。毋过愈做愈细个啊，咱讲愈做愈轻松。因为因会大，咱会老，所以咧，共款的物件毋过互因无共款的主题，互因无共款的课程啊吼。头拄咱看到的是即个部分，就是咧，咱先看哦。一开始咧，因会先对课本内底出发了后，即个部分因会先去了解地动形成的过程。咱教台语，若如果你是顺科任的台语课，其实你有咱当了解其他科目，自然课还是社会课，尤其自然课，因会介绍到迄个地动的部分、形成的部分。所以咧，透过即个文本的部分，带因去了解什么是正央，什么是正源。专有名词是即几档老实讲，教育部咧推的时阵吼，咧推啥时阵开始有写出来。迄个时阵囡仔袂晓讲，我咧讲无要紧，你袂晓讲，咱就用咱会晓讲的台语讲就好啊。所以因就尽量用台语咧去讲，互因一个主题，互因任务。了后咧，第二个部分咧，就是讲，你知影地动是安怎发生的原因，咱三有内中对无？安尼地动的时阵，咱逐档拢有迄个。学校拢会做迄个防震的演习，安尼你要安怎？所以我有囡仔真侪状况，譬如讲地动的时阵发生要安怎应变，像即组抽到的，伊抽到区变数，所以因就咱会当看到因有一寡表现。过来地动，咱一般我讲的对课本内底知影安怎发生，拄着问题要安怎解决。过来因就讲，若迄阵拄92，因即档的囡仔是921发生的，伊讲若厝倒了要安怎？我讲向厝倒了要安怎？我就咧想想，无咱才会当迄个设计迄种较勇的厝，迄阵就透过迄种影片，小解日本的迄种，日本定喺地动嘛吼，小解日本伊种迄厝要安怎用，所以头拄你有看到一个即张即个小朋友，因兜开电器行。伊甲因爸爸迄冰箱的迄纸板摕来拗，伊个小朋友因有一出漫画叫做一个漫画人物叫跳跳虎，伊就甲迄下底吼，厝下底甲斗亲像迄种啥物啊，绳仔线，伊用纸拗的绳仔线甲斗起哩，有迄间厝下底弹会当跳安尼吼，做好了后咧，先伫因规班。一班分6组，就伫即6组内底先摇一斗。本底我是做到遮尔。阮学校的老师有同事做好，老师伊就讲，你做到遮拍算，厝有用无？毋就摇看卖。我就种会使哦。反正毋过摇了破坏去，囡仔敢会做毋甘。结果发觉着真正爱摇了，因才会知影讲，迄个防震系数到底偌济，因有一寡概念嘛吼。做了因就是先伫班上每一班分6组。每一组先摇的，结果阮即班紧一组上勇的出去比赛，伊伫比赛时阵呢，因每一组去哩，我即摆看到这影片有时阵，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我就无法度全部放互恁看。因咧介绍因厝的厝体安怎设计，用啥物物件，拢总用台语，我感觉足感动的，看甲讲哇，这个囡仔遮厉害，因上台遮全部拢安尼先消解，包括咱看到的，迄个是后壁的部分，就是。介绍了后，阮较搁做一本全年级的摇很大也不怕，看倒一班的学生因做的，
时间，因做的即个处心上用。啊，你会感觉讲可能无时间，我嘛感觉无时间。毋过遐小朋友因拢中昼无困，啊中昼无困吼，就会发生因着中昼无困，就是为着讲，袂使哦输人输阵，啊伊就甲老师讲，台语老师讲我要比赛，我袂使，阮即间厝爱作用。我记得头拄仔有一间红色的叫有百有保庇，迄个部分伊就做遮，吼。来，刷落来咧，咱看到这是规个教学的迄个过程，啊，即个影片就会较迄种啥物，较无，啊，遮我有哪会甲老师即搭遮咱做一个分享。安珠老师，你讲啥物？我遮敢是有问题，还是无？一定有迄种老跑的，我想你并无接电源是毋是？无接电源咯。因为我即头一直听着老跑的。No power。安尼哦，啊，毋过我遮无呢，啊我，阮遮嘛无听着呢，无。好，我嘛拢无听着。好，无要紧，因为线顶可能就有一寡问题，咱就拢随时做准备做处理啦，吼。感谢老师，来，安尼咱来看即个因的部分。等下我迄个走。等下哈，即个毋对，歹势，我头拄仔应该是爱先走来遮，即个去互走去。好，来安尼，我遮搁定分享一道哦。遮我会跳咧看。
个时阵拄啊发生八八水灾，啊，我讲即届囡仔是92出世的，所以迄阵阮学校淹水，淹到足严重，图书馆楼骹拢淹水，因足有感觉的，所以迄个时阵拄啊用即个主题落来甲囡仔做伙讨论。咻落去，马路中慢无去啊哦！啊，啥物时阵你来看，即马有迄个足青青的阿里山真水啊！即马你感觉去爬阿里山，啊惊死啊！来，爬去爬到空大来对无吼？哎哟，啊风若来，哎哟，迄落雨声亲像你感觉到尾边咯，头前有迄个黑白无常，穿着迄个水我们来设计的名，看见。来个，这是互因任务。足够的啊！啊，若是地动这方面足够的啦，啊，就叫啥物？地动的达人对无吼？来，安尼才有5个，勇气咱来看卖哦。来，对老师讲，是安怎发生地动？啊，啥物叫地牛翻身呢？有人知影啊？你地啊，是讲你做得好哦，这可能无问题，你足够有出去来举手啊吼！来，台湾有啥物款的地动活动？啊，搁有地动会造成啥物伤害？咱来安怎去预防哦？好来，即有人咧举手啊吼！老师要互你迄个即个任务哦，要互你创啥物？我要请你帮我跟你找叮咚叮咚来，这总共有6条，这6条来，咱来看卖哦。包括着这是第一组，你对啥举手？啊，来第一组，啥物甲你的名，甲你的题目念出来？啥物叫地牛翻身？跟进用，来跟你们预备起。这是你要查的问题哦。来，第二组啥举手？你的题目是安怎来发生地动？预备起。来，第三组举手。第三组你的题目是台湾的地动有倒几种？预备起。第四组举手。你的题目是地动主要的灾害？预备起。第五组你的举手。第五组你的题目是啥物？啥物叫板块运动？因为做网页迄个种，你是咧看无吧？讲安尼我说的就甲我简单甲你讲清楚了，对无？吼，来，第六组举手。来，地动来的是要安怎保护家己？来，保护家己。好，这是。头拄仔互因任务，啊，你互因任务爱有所在通去查，这是中央气象局的一个网站，啊，互囡仔落去查。你叫什么呀？他那个镇央，哦，镇央，你听懂镇央？下一页，哦，镇央教育，镇央，哦，我跟你来讲，哦，什么叫镇央？哇，镇央呢，就是镇源在地表的投影点，哦，镇源比较，哦，啊，镇央就比较说哪边刚是对的对家开始啊，中央这个部门，啊，你是不是袂当解说着啊？哦，啊，你知影咯？啊，来给我办说，诶。本说伊讲，我咩咱保护家己，哦，地动的时阵，地动后壁，这是你会当去找资料。啊，伊做第二，伊讲中国白草，毋免啦，找重点讲出来报告，大家知影，安尼咱知影哦。好来，即摆老师先把这个网站来收起来，来，请你迄个把电脑的荧幕开开，啊，搁有一点无，你找资料，我要比赛你做上完钱咯。过来咧，因着透过找资料，甲伊记录起来。毕竟囡仔手边的资料真侪，毋过因减一个能力叫做归纳的能力。伊毋知影咧甲遮侪资料要安怎甲变做上简单的话讲出来，啊，所以即个时阵会互伊主题标
会清楚，安尼因较会当起来台下顶甲大家报告。因为这是专有名词，所以对囡仔来讲是有困难度的。啊，所以伊会当用台语讲，用华语讲，拢总会使，莫去家动。我要讲的是下面是北湖冰心，正央正圆三地表的投影点，你在我们正央是下面正央是正圆三地表的投影点。你会发觉伊讲甲圆嘟嘟，真正甲咱大人咧讲话嘛会同款。这是头个咱讲，伊拄着地动的足侪种状况，啊，其中一个状况，啊，伊对囡仔来讲，伊会安怎去处理？我互伊讲两个任务会当做甲袂当做。阮拄着代志是上便所，因为你阿太伫厝内底上便所，即摆拄着一个地动，即摆地好歹摇来摇去，阿太即摆会当做代志是。是个灯，屁股，飞龙，你看嗲出去，嗲出来啊！阿太袂当做代志是，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别跟人家照。你闹没掉。阮第日做的报告就到这，多谢大家。是第六组，今仔日我要讲。头拄仔是地动的状况，啊，即摆咧，因就开始做地动的厝，啊，每一间厝伊拢爱上。我迄阵拢讲，咱会当做环保，你摕到的物件免开钱。啊，即组做的是竹仔厝。介绍的是阮做的防震屋，伊的名叫做金字塔。伊因为叫做金字塔的原因，就是伊做像埃及因做的金字塔，伊是用三角形的。阮的部分，阮的主要物件就是用竹仔地，阮内底是用四角去用顶悬即个，阮无像大家拢是用正正方方，顶悬拢是平，也是这样的，阮顶悬即个袋子，阮是用做环保的方式，就是甲即个物件的落啊。摕出来，甲伊绑伫个顶悬，这是阮用装饰用的。阮即个防震屋，伊遮有两个坑，因为阮感觉即两个坑会当互你看着内底，伊身体到底啥物形。阮的介绍就到这，多谢大家。啊，这过来咧，因就开始伫每一班开始进行摇很大的测试。好，即个影片看到遮，所以因伫教室内底摇完了后，要代表班级出去摇，因就爱
足注意啊，因就会倒去想看讲啊，我要安怎做，较会当互阮班伫规个年级的时阵会当赢。所以对囡仔来讲，这是因在思考的问题啦，吼。来，好，安尼即马过来，这是2009年做的啊，过来到2018年，我带你会看到，这囡仔台语真正无介认得，这是新竹的囡仔，啊，因有那些共高年级的带低年级的小朋友，即个时阵阮做的是图画故事册，有一个纸之居，日本的纸之居就是有一个人骑车，伊会去公园讲故事互大家听，迄张故事单，迄张咱讲的亲像有迄个讲解单，伊后壁有写字，所以毋免背故事，干那看头前的图。啊，毋过咧，因为安尼我搁来做调整，互囡仔我讲的我要以迄个句型安那产生有一个 SOP， 所以囡仔透过即个 SOP 来甲伊做一个创作。好，歹势，安尼咱搁要走出来啊！哦。请问安尼敢有听到声音？安尼对上。来，哥哥姐姐跟他们一起念，来，全部一起念哦，预备，开始。伫地动的时阵洗身躯。大家一起念。来，大家一起念，大家一起念，预备，开始。跟着姐姐说多谢大家，好，来，请回坐。好，来，安尼我先煞甲即个部分遮，先煞甲伊遮做一个迄个分享，安尼咱等下个免阁出来遮。这即摆咧做的是伊规个上课甲完成的过程。请问安尼敢有声音？有。好，多谢。这拢是对课本内底出来，啊，结果咧，伫课本有拍底了后，啊，我有确定一个句型互因，因讨论了后，尾来甲画出来，变一本故事册。遮是每一班的有5组，迄个高年级的有6组啊5组，啊会去对低年级的另外一班的5组甲6组，查甫的拢会足歹势，因为即个时阵拄仔青春期，爱教弟弟妹妹念，爱讲互伊听，因为尾仔弟弟妹妹佫会替伊算分数。
用自评表甲迄个其他的同学帮你评分的表单。OK， 感谢。中式感压力办完了，歹势哈。那伫现场直接连线就好啊。来，安尼咱转来食，即马转来 PPT 吼，大家拢有看到啊吼。来，这图画故事册，大汉囡仔牵细汉，你会发觉到伊讲美术系，即新地的囡仔啊，阮即个小朋友佫有缄默症，所以讲，因即组竟然着佫坐在遮有耐心，有时阵咧卡袂底，因拢安尼骹来手来，啊，对迄弟弟妹妹。哦，你看到因最温柔的一面，对弟弟妹妹轻声细说啊，我感觉这个所在是咱上希望伊伫这个活动内底，佫有带到弟弟妹妹迄个部分。所以头拄咱会当看到对句型，我伫教室内底着大声安怎，刷来安怎，过来安怎，买手安怎，啊，我会一个迄个句型了后咧，因透过句型，因去讨论，安尼因要安怎做处理。有哪甲真斗共款哦，啊，刷落来咧，伊有哪会做一个展现。啊，尾仔咧上台，先伫班级发表了，较搁带出去，一定拢互伊一个练习，互一个安全的环境。伊感觉我准备好啊，啊，较有出力无？像头拄仔你看着，其实因的练习的时间无济，所以甲弟弟妹妹雄雄要甲伊讲，伊就会感觉安尼歹势。也毋过伊咱伫头拄仔迄个摇很大的部分，你看着伊是共年级的囡仔。啊，共年级的囡仔，因的迄个感觉就是讲，阮就是感觉有迄个竞争的部分，所以两个部分是无共的啦，吼。来，啊，头拄这就是咱头拄看到迄个规个学习的历程啦，吼。啊，若准讲对郑重要爱，咱讲即两个，拢做地动做主题哦，一个是对地动的形成要去探讨，啊，佫有来风景厝的设计到摇很大即个比赛。另外一个咧是句型的练习，佮图画册的练习，佮制作，啊过来佮有迄个纸字居即个故事的表现吼。安尼我要问看老师，若种讲郑重要爱是第一个，地动是第二个，纸字居是第二个，佮一道哦，摇很大是第一个哦，讲故事的是第二个。你感觉倒一个内底，你看到囡仔的能力较好，若种你感觉第一个，你着帮我写1。啊，你若感觉第二个，你就帮我写2。搁一道哦，郑重要爱，你若感觉囡仔的表达的部分感觉较好，你感觉写1。啊，若阵你感觉是迄种纸字句的部分，你感觉表现了较好，你帮我写2。哦，有老师1，有老师2，真好哦，感谢。好，安尼我敢会当麻烦一开始迄个素琼老师。素琼老师，你敢会当帮我讲，是安怎你会感觉迄个纸字句迄个部分囡仔的表现较好？是素琼老师敢有？无，安尼我敢会当麻烦，我要请倒一个老师会当帮我讲第二个，是安你会感觉第二个较好？了寿梅老师，郑寿梅老师敢会当麻烦帮咱讲一个？老师，我有伫个。拢歹势，这侪人感觉的吼，对。哦，你拢感觉第二个哦，啊，无麦克无要紧吼，安尼无迄种施景燕老师，你敢有麦克，敢会当帮咱讲看卖咧？无吼好，啊你无要紧，你感觉第二个，啊毋过我感觉咧想第一个，每一个人感觉无共啦吼。来，若种我看到的部分应该是安尼啦，郑重要爱即个部分吼，迄阵的囡仔伊基本的能力吼，学生的表现，学生的台语能力我感觉是足好啊，所以老师答的应价，干那一块块啊，因就会当表现了足好，因为今仔无时间通互恁看着因咧发表。口述迄个部分，伊真正讲了诚好。毋过伫地动的部分吼，囡仔的能力，甚至囡仔，阮即个部分，伊可能较袂遐好，若准40%，老师爱调较悬20%起哩。啊，毋过伊安尼表现看起来嘛，差不多60%尔，就是讲，伊可能伫口述的部分较无法度，啊，毋过伊伫情义来表现的部分是咱感觉讲，伊会去带弟弟妹妹做遮个代志，所以是当然袂当，咱讲的若准干那以口述的部分落去看，
就是感觉讲啊，以前的囡仔较会遮厉害，啊，即摆囡仔较会愈讲愈含慢，啊，这是老师含慢教，愈教愈倒退，啊是囡仔无认真，啥物原因？我看这应该有足侪种原因会当落去讨论来，当落去探讨啦，啊嘛是咱迄个老师向前行的迄种愈来愈拍拼，互咱进步的原动力啦吼，来。最后一个今仔分享的是4个教案，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最后一个是也台语政治的人的反思，就是头拄仔像馆长讲的，咱亲像咱压出的纸已经在布个啊，啊，遮囡仔佫转来。啊，毋过我看到的是，若以老师的角度来看着台语课，咱亲像用囡仔拢爱食糖啊，用糖啊纸甲伊包起来。毋过咱希望伊学到的是，头拄仔咱有看到一寡句型。一寡美词拢放入去内底，咱老师希望伊学着啥？伫 class 内底写着的是教学目标。咱知影囡仔起点行为，亲弟囡仔、台南囡仔因的差别，啊，咱较咧来设计咱的教学活动，了后较搁来做评量。感觉倒一粒无介属实，咱搁定来调整，一道搁一道，较有常识较的教学。无上高的教学，嘛无讲倒一个老师较厉害安尼吼。毋过上重要爱讲三道，莫互囡仔讨厌台语课，莫互囡仔讨厌台语课，莫互囡仔讨厌台语课。因为我伫现场，所以我会看到一点，就是囡仔有的囡仔伊会感觉愈高年级伊会愈讨厌台语课，迄是我真烦恼的代志。我拢会家己去反思讲，啊，咱课上了囡仔敢会？无介意，啊，上欢喜的是囡仔甲你问讲，老师，咱即节台语课要上啥，要算啥？哦，因为因有期待，吼。来，最后咧，啊，若准徛伫咱台语人的角度，我想咱即马语言推手，像安珠老师伊是徛伫第一线，阁有馆长已经推手你讲的遮尔久，才会当看到即马小可有成果，而且是规个感觉变做是一个社会运动，开始愈来。啊，感觉安尼，咱即条路会愈行愈宽。我想咧，透过教育即个场所，老师来付出伫囡仔身上，伫家长身上，咱的付出，啊，毋过咱嘛得到一寡真好的回馈。啊，下转来伫行政单位的部分咧，因听着咱的需求，透过馆长啦、安珠老师，佮咱台语的优质，伫每一个人伫你所有法度。替台语做的部分，咱来做伙来拍拼，这才是咱会当甲台语这条路愈行愈宽的部分啦吼。这张咧是拜六，我台南市做教师政治的工作人员，我看到这是迄个体育老师，体育老师咧，因要考试，真正拢去借这种车。啊，甲这迄个毋管是迄种一寡器具啦，还是迄篮球啦，还是这迄个电珠啊，拢总送入去。看到即阵囡仔要考试，实在是伊就讲哇，较会遮辛苦。啊，佮规定阮工作人员袂使甲伊斗骹手，毋过我拢偷偷啊甲斗骹手，讲这亲像咱的时势。啊，因咧诚做老师的第一站的考验，真正是大粒汗、细粒汗，迄个上报落来安尼考试，即个感觉我上有感受。所以看到遮尔拼势少年辈，即马少年辈真拼势。啊，咱已经咱会老，因会大，因咧大，反说遮拼势少年家嘛是互咱慢慢啊，迄个已经徛伫后壁遮的人，会当迄个互咱去继续向前的力量，安尼吼。来，所以咧，毋管咱是算囡仔，还是去互囡仔算，拢无要紧啦。咱也准会当伫咱所徛起的所在同齐来成就台语，即句是安珠老师讲的，毋是成就家己，是成就台语。我感觉这才是一个做台语人上大的荣幸，嘛上大的使命感。啊，以上是我的分享，到遮落来。我今仔这个过程当中吼，咱嘛提点我想法、我看法，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代志。尤其一个重点吼，趣味是上好的老师，一定要互囡仔学了有趣味，我感觉这是重点吼。所以头仔小美讲的上课过程当中，互囡仔会当甲老师生活对话，这是阮今年要试办的这用的种方式，免背稿，老师编写一寡生活对话，互囡仔带台顶演出安尼吼。这是讲要改变咱现场教育方式。
啊，毋知各位对小比有啥物要提出来甲请教无？来，有人举手有问题无？有人讲足精彩吼，来有问题无？感谢老师对我手下留情。无问题，来咱馆长来，馆长举手来，馆长先来。我感觉足欢喜，今仔点点听小美安尼遮认真做遮尔济准备，咱看伊过去安怎对实际上直接面对着遮个囡仔，安怎用尽头壳安尼带吼，我感觉足感动。所以我会当相信讲，咱逐个人的努力，特别亲像小美安尼毋管是伫第一线咧拼，毋管是伫教育的体制系统内安怎咧推动，我感觉逐个人拢共款。但是有即款的分享会当亲像小美安尼，拢无休困。伊讲无资源，但是着想讲咱该安怎做，就是安尼。我想安珠老师甲阮关怀文教基金会甲真侪先辈，逐个拢是安尼，毋是看伫资源，因为台语应该是上无资源的，上侪人的基础，但是却是受着上大的压迫。但是看到小美安尼的努力，我感觉足安慰，嘛足感谢，嘛足欢喜，嘛真期待即款的做法，就是讲，毋是伫遐用教的，毋是教。是互伊真正去体验，互真正去摸，真正去想、去找，同齐讨论，然后表演出来，互大家遐趣味。你看，上课来安尼，大家囡仔安尼叽嘎叫吼，大家安尼坐袂牢吼，我感觉足欢喜。敢若啥物咧摇很大吼，摇很大也不怕吼。我感觉即古锥吼，足实在，足好，真正感谢你，安珠。我想咱今年应该推荐伊小美成做咱贡献的老师，你看好无？咱会来处理。好。而且先做宣传者吼，教育部逐当9月、10月拢有接受各界推动本土语言有功能源吼，所以这管理交代咱会来处理。毋知各位其他老师对小美有要提出来讨论无？讲到资源吼，来举手来，这帮，声音无清楚咧，声音无清楚，无声。伊有咧讲啦，毋过即边声音听无清楚。你敢会当用拍字我来替你讲来？这有时线路问题，我到伊就方便啦，伊来。另外还有人要提出来，甲小美老师请教的无来？以早咱无资源啦吼，以早甲恁讲一件笑话台啦吼，其实嘛是艰苦台。以早无资源，咱的上课经费愈来愈少，本来一学期补助200间校以上的补助200万。100间到200间中的补助80万，100间以下补助140万，总共5000万吼，愈来愈少。后尾有请周馆长竟然拖10日为立法委员走去政委员部长办公室吼，所以即马改做200，本来280是即马变400、300、200吼，这钱拢变 double 吼，足感谢周馆长安尼，互各县市有经费会当去推动。若各位无问题，咱今仔课程就先到遮。拜四吼，拜四有秀荣老师的课程，嘛当甲各位继续来。这拢是今仔安排是国小的老师，拜四安排是国中的老师吼，拢是为无共个角度来看咱台语教学、台语文化、语言吼的推动。这条路无好行啦，毋过即马豆行吼，其实这条路愈来愈大条路啊吼。我咧用迄句话吼。有路，咱就沿路唱歌；无路，咱就撩街过岭。即嘛，对，后讲就是王秀荣老师嘿。所以若讲有兴趣的，后礼拜四，即礼拜四吼，会当继续来咱遮吼。无问题吼，咱馆长咧下手后，
就咱就今仔到这，来到阿这结束。未个讲，就是讲吼，咱即马毋着已经咱足认真去争取即个经费吼，因为迄个双语国家政策是毋着4年100亿，咱即马已经努力，伊即个嘛改吼，所以努力咱的本国的本土的语言嘛有300亿啊吼。负担300亿。对300亿，所以应该会较侪经费，但是呢，咱希望这是用力足有效的，毋是安尼有经费就安乱用的吼。所以即马文化部嘛真期待用伫母语家庭的即点，咱是我要求讲对母语家庭，上无对厝里开始，我咧想讲头拄亲像小米伊的其中的一寡即个做法吼，互家长，我想对每一个家庭会当有即款的做法，会当。录出来，我想即个细节我想应该爱会当通来推动。我是讲事后会后咱才过来联络。我是讲即个教育部嘛交代讲，我着要负责去杀遮吼。我是讲这毋是我负责啦，是咱大家做伙来推动，亲像安尼会当有好的做法提出来，然后大家拢了解了后，做伙杀，我想。应该会有真好的即个成果，我想用安尼多谢小米，嘛多谢大家，多谢安祖老师做真好的即个带领吼，多谢大家。来，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爱是。谢谢。各中囡仔吼，那个人举手哦，来，个身份题。